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市政府举办丁财的活动，有超过500个课，包括电子业、饭店甲餐饮等等。因为各行各业拢大欠工，所以开出来的薪水拢袂歹。有超过4成的课，薪水拢来到3万8。其中一间连锁的早餐店，甚至开出着一个月薪水7万块，要来找人。 会比较多的时间在搬重物。民众手提履历来到每一个单位，先听看明工作内容含薪水，才来决定讲要面试。台中市府举办找人才，15间企业提供超过500块，到连锁早餐店开出一个月7万块薪水。薪水高吧？那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早餐？早餐，反正时间问题。我也再来看一下，那应该是要给那个做过那个店长之类的人去才有领到吧。早餐店真早台爬起来做工课，嘛唔惊热，高做料理，开出7万块薪水，要来找各位人。 以早餐店来讲的话，基本薪资都是像经理的话，都是可能落在4万5到5万之间。那我们今天希望说，我们透过我们开7万块的一个薪水，对于说开店啊，对于说整体的一些门店的一个供货的一个量。业者强调，因为要分化店面，需要有餐饮相关经验的人才做主管，或者含分店直接。 而现场除了早餐店开出7万块的月薪之外，还有就是电子业跟饭店业者，超过40%以上的薪资都有上看3.8万元。大家都来住，那我们每天其实都很繁忙，开了大概70以上的职缺，那我们当然是会希望，就是起码有1/3以上的人。 疫情过了后，各行各业大欠工，头家把薪水条件开到真悬，就是希望能找到做会久长的好人才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